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园。细汉的时阵常常听迄大人咧讲滚绳笑啦，甲迄囡仔讲你是对石头壳逼出来的。咱拢知影这是无可能啦因为咱知影人拢是对爸母所生啦但是呢，今仔日的经文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却用安尼的形式来形容以色列人的出生。台语圣经的翻译讲对石头逼出来，还是讲对石核走出来，咧表达人伫迄个困境中间所领受的恩典。因为经文将这个石头甲亚伯拉罕、撒拉放做伙，这代表着讲撒拉袂当生育的困境。上帝却予伊对这个偏远的所在，到伫迄种亲像爱甸园共款无成。经文来讲，恁这会追求正义、找求我上主的人，着听，着看迄块石盘，就是恁对遐拍出来。注意看迄个石核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着注意看恁的祖先亚伯拉罕甲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调伊的时阵，伊简单一个。毋久我赐福伊，予伊子孙真济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暴。我要予山无变成做哀甸园，予风暴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而乐的歌声。安尼恩典是赐予遐个追求上帝公义、追求上帝帮助的人。但是有一个人却自认为讲是上帝的选民，就一定会当得到上帝的恩福。事实上却毋是安尼啦耶稣基督伊济摆提醒选民以及军队伊的人，若无追求上帝的救恩，无愿意认罪悔改，那安尼，遐个外邦的人有真有可能会当得到更较大的恩典甲救恩。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，耶稣基督对遐个自认为会当得救的人的提醒甲警告。耶稣有一摆伫一寡城市行真济神迹，毋过遐个城市的人拢无悔改，伊就甲因责备，伊讲：哥拉汛你惨啊！伯赛大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神迹，若行伫泰尔甲西顿，因早就穿满衫三悔悔改啊！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泰尔甲西顿所受的刑罚，比恁遮的所受的搁较好忍受。你咧？加别人，你爱人甲你扶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歇落伫阴府，伫你行的神迹所若行伫索多玛一定会留到今仔日。总是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地区所受的刑罚，会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恁拢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。上主至高的上帝应该受尊敬，伊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伊予万民降服阮，予列邦屈服伫阮骹下。伊为着阮竞选应允的土地，做伊所听的子民夸耀的产业。上帝将其做宝座，万民大声欢呼。上主将其坐王位，扫角拢大胆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唱歌称赞。
着唱歌学乐咱的王。唱歌学乐，上帝是全地的王，着用诗歌称赞伊。上帝伫圣的宝座，上帝做王，统治万国。列邦的贵族自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地上万王拢归属伊，上帝大大受尊重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阮会当得救，求主帮助阮全心来追求，诚心悔改，互阮会当对困境的中间得到救，亲像上帝的园共款，来无声来欢迎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